紅泉基友會甲天輝亞運會成立大會26號暗時佇東區和平里活動中心頂場，由議員陳一丁擔任主持。創泉嘛佇小提琴家林清偉演奏，唱出家己作詞的歌曲，唱出對這個城市的愛甲情感。謝謝大家唱的吼，謝謝大家做伙來，紅泉來做伙唱。這首歌代表紅泉對這個城市的感情。大會即天，立委陳天輝、議員陳秋平、朱麗珍、李偉智、陳碧玉馬攏出席小廳，大聲呼籲電話民調為支持創泉。真的很感謝大家。總是在最重要、最關鍵的一刻，我們永遠都跟大家緊密的在一起哦。而且真的，霆妃要再一次謝謝大家一路來，從初選的過程，從初選前，我相信每個人都跟霆妃一樣很擔心，而且也在我旁邊一直希望。我們有更多、更好的結合跟力量。拜託大家哦，3月9號到3月15號，蔡旺泉東區議員電話民調，為支持創泉。陳天輝強調，創泉長期鎖定教育文化甲民生議題，文政精準而且有遠見，甲伊市政遠景密合。陳天輝講，未來台南需要一位捌政策、有經驗而且溝通能力強的議員，佇議會把關。創泉就是迄位會當甲我合作的戰友。面對鄉親的熱情支持，創泉表示，佇關鍵時刻看到這麼多支持者相挺，是伊繼續奮鬥的上大動力。最後，陳天輝、創泉、飛飛鐵馬隊20多位成員。甲奧運會幹部王振輝、胡富文、郭世峰醫生等人共同推薦，呼籲鄉親佇民調期間一定要佇厝固電話，並回答為伊支持創泉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